大家好，非常收看今日嘅福气类嘅节目。今日啦，大家咧讲嘛，讲一啲行業嘅不講哦，所以你看哇，大家動到嘅書嗬，不過大家冇緊張，咁嚟考試，嚟分享咯。所以大家嚟分享啲今屆裏邊嘅係呢個客家小王子戚少燦先生，分享先生。主持人好，各位鄉親大家好。耶，分享嗬，客家小王子，客家小王子。係唔係老王子？老啦。我今日當翻去做啲繞牆線上嗰度節目地圖嗬，其實基本嘢咧落嚟時候，其實你睇呢個裏邊咪係緊張，係啱咪當緊張嘅。就從呢啲跳牌學英文口強咗嘛，哇！自家都不係，所以英文從呢哇都唔會講，要嘛？呢度線上面前先生唔會講英文，所以我哋啊讀到黐線上嘅啲啥講下講到有點點會從呢結實，冇緊張，冇緊張嗬，冇緊張。不過恭喜線上嗬，線上今年出了一本。新書好，你翻譯一款都係直接叫做客語手語典，所以哈線上其實你係線上係提上本書，提四本，係詞典部分嘅提四本咯，好提四本我們先從動到哈，所以時間當寶貴，接下來進入正題，所以線上因為先讓大家簡單來紹介一下呢本書嘛。好，呢本書本身想按照客講語哈，客講語嘅意思就係講出嚟像巧人，像個識條嘅人哈。佢大年的面前突然安尼行啊，安尼老古人記得講嘅話呢，是突然安尼行到進入去。所以本身想一種客講語啊，來按名啊。不過看大家可能看唔識，佢就講客語俗語典。行義嘅俗義典，一開始我看到嘅事情，我是會知道為什麼是手，仲咪係手，係。老大家紹介先，從喺老北京話講起幾樣嘅成語哈，嗰啲成語就新義啊，幾個全部都數掉落嘅，比如幾個時數唔見啊。利己啊，冇就上樹啊，冇就蘇東坡啊，馬賽作品地圖拿出來嘅。因為記得係數地圖來嘅，係嗰啲文人創作來嘅。係，客語係唔係？客語係了到老古人語了到嗬，全部係都生活地圖來，都個做事啊，都個用嘅東西嗰度來嘅。嗰是熟用到一啲生活地圖，所以大家都熟落嚟語言，所以俗語典。按名太好了，挺好的。因為其實一開始拿到兩本書也是動學門性上，想講我心中要保持一個我自己好唔啲嘅重控嘅門。其實我是自己要幫自己找台階下啦。咁講實在，我做啲了解性上講嘅意思。你讀勝敗地圖，用英講，譬如我同我媽媽係講，用講下嘅時間，媽媽很奇妙嘅。我講講，媽媽唔係講同埋個動豆樹，我講你落去打嘴鼓嘅時間。因為好像動自然，動詞咧其實會你解記喎。我就啊媽同我面眼睇，我媽就面睇好高款啊，其實會愛我應啊，要麼是會睇好湊近頓啊，但是好像它是隨口其實講出，你係講數地圖就按用下，所以是從線上講嘅客講語，唔講是手語典，動手落勝把地圖解。所以其實是從線上講，而且我想線上在生活地圖傾到。是很美然，係你想變詞典的一個起心動念。詞典係我以前就我20多研究客語語言20多年啦。以前是上來了客家東西寫下來，冇寫下來就冇睇人啲講，然後就推過去個，從一班下咩改背音就過去咯。跳擺嗰時就是門天嘅門機啊，你下冇咧呢，你下大家特別門嗌啲背音，所以門嗌到咧，所以嗰啲你係冇做起來，跟人擺就冇睇。我做啲完全了解線上嘅性情，我老鄉親朋友來分享一下，因為其實線上跳擺我係講有行業唔會，所以我會問線上，但上次我問線上，線上是咪都會給我解答？不過上次線上講，你等我一下，我是可能去線上都順條聽法那去來講。是問爸爸媽媽，問龍英家，你知道那個畫面，該畫面對我來講非常該講。龍英講的嘛，我喺做旁邊托腮啊，看着一個我的徐老師打電話去問一家更資深的前輩，對我來講一個好資深的前輩，上到安永英喊打電話去問很好資深嘅前輩，我就覺得說，除了很美之外，那個動向。
思想性上讲的，你下母婴荷尔蒙嘞。系啊，母婴荷尔蒙的呢。像俺妈妈，你下摸出来的，头摆俺係打電話問媽媽，我媽媽水口講出來的東西，俺摸破起來，摸記錄起來，其實母嬰記錄起來。係啊，是佢真緊嚟。叫從我講我講啊，上了這聲音上了風箩發冊，咧你看些開中小面，從你按樣當好嘅東西，你冇寫下來，那邊後生人又唔會講。嘿，哎呦，可能基本可能風自自哦，哎呦，你啲東西，我係天然錄音家好，真是冇記錄是冇咧，所以哦，你喺事性上，攞你記到你一本書地圖，所以我都想問先生係，所以你一本書地圖按到嘅東西。真是都係記錄、採訪、填掉記錄到地圖誒，完全都係從冇。是幾門人來，還有看書來哈。門錄音家，都到從我睇不到我們大嘴苦嘅時間，我那邊邊那邊記住個寫，還都到我個吃，哎呀，聽下，你看你講嘛個東西，按樣寫下來，還就是可能書地圖來寫，像是書地圖誒。你來解說啦，冇解說，從我哋一本書就係來解說起來。比如講中理科，佢沒有小心咧，應該會就投機嘅書，第六冊就要寫啲東西。佢寫東西也冇解說，你唔知。比如佢就即係講頭頂叫二頂馬，三頂大貨車，我想唔出乜嘅意思。佢啲都冇解說，啱啲乜嘅意思。所以我哋一啲都聽出來解說出來，俾大家去了解。所以咧，鄉親朋友唐安你按大嘴鼓講我哋下，大家是咪講？喂，係咩就得來個例子嗬，講咗例子本大家都了解，所以嗬，大家冇緊張嗬。比如講線上讀地圖，你講手語點嗬，黑公義。比如講嗬，大家本大家都看下第一種。等等，哇！你阿記係我自家非常好嘅意見，用英講，頭擺度解做，而且翻譯講嘅時節講到大嘴鼓，有冇記到寫嘅劇本一定是從華語，你講翻譯而寫嘅，所以上次嘅編劇其實會寫講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該用詞嘅還是很不負責任啊！先生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翻譯咁講，漢語用英講，我想講，嘿嘿，英話咧嗬，先生是講，你要上天台，我要落地沙。錯嗎？係，各位鄉親看嚟其實啲啊，客家語言，你睇語言全部都生發地圖來嘅，所以係當做畫面。這些你可能你從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對，想唔出乜嘅東西啦。對啊。呀是係你要上天台，我要落地沙。你就買了不起，你要上天台係嗎？嘿嘿，我要落地沙，你要你，我要我，對，所以你阿記。很有畫面，而且當好拍，同埋因為要推，我要掃，你攀嘢，我攀崖嘅，對，這個就是你講嘅，所以兩本書地圖是咪要按樣解？所以講你講那種創意啦，我哋是按憲法地圖誒，是可能憲法地圖誒來想出來，因為佢非常非常雜。所以你阿記大家可能都是會講，哎呦。它當時用成語，你個翻譯講成語係冇講鑼鼓煙語，一般嚟講俗諺語，所以當到按樣嚟講法，錯嘛嗬？鄉親朋友係咩詞都當有意思，我攏講還有啊，就個攞大家嚟分享一下，等等。哦，你地圖其實兩句喎，有冇寫到一句？第一句是偷講技能與性平，錯。開始講偷那四段人嘅技做到人嘅。看起來，當你只係北京話講嘅靚麗一樣啊，看起來一樣，唔過係貴姓嘅片。錯，開始講金玉其外，係乜嘅其中？敗絮其中。哦，線上考試，線上我跳擺圖書館要排過哦，好緊張㗎。還有天意什麼？天意記，做啲。天意記啊，跳人跳人面食物。你食是唔錯，唔係得食。哦，你應該講免食物，唔係講免食物。好，係時間咪係叫免食物，唔係免食物，唔係免食物。所以咧食是唔錯啦。唔係得這事，我地圖寫係唔係得這事。安看，我攏講。基本上係跳跳的考試嘅，所以線上是咪啲？你係線上是咪啲係咩？只是線上寫嘅兩本書，我哋係講要寫唔錯，線上你彼此攏愛圈起來，有冇？不過其實大家就咧看到，你是係線上講嘅，像係地圖當到按樣嘅分享，係咩？就講到一隻例啊，好冇？就講到一隻例啊，比如講，我像兩件會非常嘅有意思。好，你是錯嘅，先生。你看，因為外地家下吼，有得時講唔錯，你家來老大家來。本大家看下健康嘅，好，
因為時會摸葱啱現轉，時會嘅摸葱啊、摸西葱啊，這個啱嘅葱現都轉落去。因為怎麼會？這個就是什麼自找麻煩？自找麻煩啊！你想想看，你真的是自找麻煩，你還會用？但是冇人講，因為你找麻煩。你要實在時會摸葱啊，啱現轉啊。你實在你時會摸葱和啱現來轉。啱現轉啊！實在很自找麻煩，所以按那個感覺。所以鄉親朋友，讀信上解兩本手語點、手詞點地，就是語點地讀動都是按樣解。東西就得要分享。意思很少，而且下條小啲都係講好好嘅客人覺得群。你阿記喂，好先生，好好嘅客人覺得群。你這個也是自找麻煩，什麼？你阿記喂，超下到地圖。就。鄉親朋友，係咩非常解不得了。等你大家來，我覺得這裡面真的是尋寶，精彩嘅部分，而且線上進行吼，你一搭幾位吼講出來，你頭腦都動有畫面。線上應該嚇，你講時溫摸葱樣，我馬上嘅頭腦都是有隻時不解畫面，那咋嘅？啊，老師，你講嘛大眾都有畫面吼，你講鄉親朋友，你還有動到按精彩嘅故事，然後按樣解老古演義就得了，大家來分享吼，你聊下，等下咱們分享咯。今當翻譯就得分享到七線上來到節目地圖啦，大家都分享啊，按都有意思誒。你講老古演義也好啊，吼，你數諺語啊講也好，所以上堂節目有時候介到動到，大家都有畫面嗎？你有上天台，我有落鐵鎖，其實兩本書地圖唔單止係按用音，鐵道咧，你先嚟少介一種，兩種也非常介有意思。好，今年摸肉棒。做唔得摸湯，你一齊北京會講啊，寧可食無肉，不可飯無湯。是，因為含義是那個大家食飯咪差唔多，聽出來就湯，摸肉摸相干，就湯我嚟食。所以我不用，我咪常嚟講，按照我就吞唔落去啊，就得湯嚟講。他繼續講。你們客家人好奇怪哦，怎麼一定要湯才吞得下去？一定要聽錯係湯，我咪當奇怪，我食飯一定要有一碗湯。係，所以呢，線上講鋼面摸肉棒，我攏講要想到好辦法。你讓肉變到湯地圖，所以開本湯地圖又肉味又湯。不過你看倆時用英講挑白圖，呢個客家生活地圖係講按樣對白嘅時節，有冇摸湯好乾哦，凍燥。兩邊老人家是會講，鋼面摸肉棒做唔得摸湯，馬上兩邊倆幾位是講出來咧。佢應該凍好盤下啲肉湯啊，肉湯食。煮蓋酒嘅時節係咩？一聽話蓋酒泡係咩聲？應該是係。我哋實在冇啦。歹勢。我先生倆幾位也做得講自然，錯麼？做得，就咁樣摸肉棒，做唔得摸湯。係，所以哈，倆是數地圖也有收入，就很有意思嘅東西，很生活。唔過還有哦，倆到大家來分享一下，因為線上啲你講貴他應該推翻細嘅。吼，伊只蛇刀，咁講其實你講冇強嘅客種，佢其實家嘅特色，自家嘅講法，從兩種是類似六對來啊。係，佢係高米農場賣香港，佢下到南線啊，南嘅線田太港。錯，從兩幾位呢度先做是冇人講嘛，係就突然是冇人講，因為你係六對。冇人講，人片因為從香港。就會講暗講啊，係冇錯，係叫在香港就是那個大肚子嘅暗講啊，嘅暗講，其實從南方人講當先至講，當長講啊，因啊，當長講啊，因是嚟嚟嘅太香港，係，佢冇話好點啊，其實嚟嘅太暗講。大家睇看有當神奇啊！錯，或者比如說，米農莊係到嘅南門縣吼，就係應兩個講嘅南子縣啊。南子縣嗰位我到米農了咧賣嘅台暗講吼，叫建港嘅江山去結果咧。所以結果咧賣台暗講轉移哦，轉到嗰位是係實質
天光了。所以你看哦，读了几位，除了系了对几条长久的，那个历史、体力、位置，好，全部都写到地图，按样个感觉。好，第二句是觉得大费周章。大费周章，哎，你这个人哈太大费周章了，你了解你是才系，狗米农庄买pan讲，佢要到南面先天台讲。大费周章，哎，等一下现场诶，大家来考试一下哈，基本嘅客语博物馆哈，汉语博物馆，含有哈，哎，你阿当就意思听错了，分享，聊到你个历史有关系。哦，你是对家做看出书台背景啊。哦，应该下汉语国台湾的可以看的时间哈。错。你是讲一讲，杨半英就会入签对吗？体育谱是文范，其实係偏言出名啊。啊，其實那像那基站，啊，那一幫人家睇站街，佢除咗冇辦法站街，我自己曉嘅啊。係啊，我東道啊，我講到。佢有站啊，不過知道。係，我講誒，你幫人家睇讓街，從嘛嗬。還有那。等下那機關照本機，講幫佢哋提好冇？好，依家台灣冇話應該提人到啊。好棒棒！啊呀，對了，為到好把宣傳本。哇，你未上嚟攞問題。那是貴的提，所以啱是提着追求錢，當家嘅方法。錯。提就打鐵，係因為更重嘅時節，來爬路做無量度啊嘛，個東西全部係鐵的。所以梗係打鐵嘅。當傳簽，改良時吼，所以條板講當到打鐵咧，所以提日就文範提打鐵。係我哋是撈歷史有關係，像安樣嘅東西嘛，有數到線上嘅改本數地圖哈。誒，我啱先你聽錯咧講，這個好有意思，你咪撈你嘅歷史有關係。係，你咪係入簽嘅方法嘛哈。你提日買本，提做預算。係，按看你係此地對就地，佢係書台。講預算嘅時節，唔係日本書台嘅。日本書台講線上。神社。係，是在成語日本線上看。係。好，佢講神社啊。係。啊，所以你一講預算嘅時節，係當拳台嘅事情。好拳台。係國民黨國台灣攞過後嘅。係1940年已經過後嘅事情。所以今日買本。啊，變出來哦，佢當傳簽咯。我如太頭擺面8年，大概亮買本，當傳簽咯。天是做預算。錯，你想看？誒，你係講做預算當傳簽，誒，改良是買本很好傳簽咯。你想傳賣台咧係咪先買本？誒，比國家做預算。咁講誒，你講到咧還有憲法，有體力，有歷史，誒，通繞。哦，有嗎？好看，乜嘢都有哦。係，啲都係寫啲聲音嘅經驗嘅東西，因為聲音驗嘅，本佢驗嘅書之後係本佢學講話啦。係，啊，佢學驗出來後，相信冇乜意思啊。不過你都有意思哦。你睇看，佢講倉木切跳棒應該太哦，你睇咩事咩去了嘅？係太羅劈，係講倉木切跳棒應該太羅劈。個棒是想唔錯啊，嚇，沒人識。好棒棒哈，本先生去糾正呀。太羅劈嘅私人員講嘅啦，嘅何錄音咪講，何錄音講題材跳啦。錯，題材跳。你賣音就咧為佢跳啊，當然係切的啦。所以應該音跳那麼當創嘅是隻按小機，小機用嚟創冇切。啊，其實你到後背冇相干，冇就跳講點啦。係賣機切啊，切嘅是幫音嘅題材跳嘅。啊，其實思想先生講嘅通繞上去，它只是釀出來好高升起。從冇切跳幫音嘅太路劈。啊，超有意思哈。不過雜個老大家來分享一下通繞好唔好？哦，講廣信街加台格，冇咪流音客，你是本身音連嘅入上啊嘅格。黑，哎呀，音哈，廣信街是冇嘅街啊，冇嘅街啊，街要有冇，看起來太窄。錯，你看個街工咁樣碰下去了時候，我看起來當太窄。誒，個冇因為用班碰唔是啊，我隔咗當太格人啊，像太格街人嗬。係。啊，冇咪還留音客，哦，這就是意思是乜嘅？打腫臉充胖子啊。
哦，哎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我爱跑鱼了，你打肿脸充胖子，摸米还溜音哈，有吗？哈，哦，这个很有意思。而且跳牌老师把它归类在通绕，可以跳牌声音也是，可能都台胞汤标来标很高诶，直接记得有可能冇爱娘嘛，从冇哈，这就很有意思。你看，其实飞松豆做掉大家都小改，不过还係要我想十個佬大家都小改一下，兩面係杜陸隊長做得講嘅。唔係，兩面唔單長一樣啦，所以好，兩面做講嘅吼。哦。你喺唔過記得陸隊長係上咁樣講，呢講係要喺住批種講法。你陸隊長講，崖木嫌義一隻木，二木嫌崖傳錯木。傳錯木是跳牌逐達的嗬，逐達的就那個高起來，因為木當簡單嘅木啦嗬。佢面前嘅人係木住找木住看唔到啊。所以實際你冇嫌我啊，你嚇。我冇嫌你找木住的啦，你冇嫌我按苦了，一件穿錯不平樣，跟住上大家就要缺點啊，美食全是木啊，相互尊重。我都冇嫌你，就冇你很嫌我，就按樣嘅感覺。最尾喺呢段，我覺得聽出來大家都講。用英講呢，其實一看是聊到呢個節氣有關係，有冇？因為客家人其實對節氣呢件事情都重視，不過客家人反而未係，所以節氣其實要當到到節氣有關嘅。你講龍虎演義啦，好，非常有意思。就了解是，芒斗降翅雷聲響，烏雲烏鴉都搶命。你還記唔記得咧？前博嘅是降翅了，3月初6開始降翅的時間。你還記唔記得講降翅之前就打雷公先打雷公，先雷聲響是打雷公啊。後邊呢是七道搶命呢，對烏雲咪天。其實跳牌界老人家都喺打最久嘅時間，記到其實。真的就是我們看天氣啊，看你個節氣，所以來判斷你運用你。比如你長期嚟講，比如說基本以後，像你跳牌公元前嗰啲很重要的節慶，係講乜嘅？今年後天哦，你公元可能是咪？按樣是咪好唔好嘅天氣？所以佢意思係講，其實係講你還蠻多降去按樣嘅節氣嘅時間，你就已經雷公是先打雷公，航白是咪定用音？你看得到啊。前博嘅3月初6之前冇打雷公哦，好，唔可能佢哋兩下都搶命，起碼對後天氣人來大家看下。謝謝，我哋來，我們來試驗一下，我們試驗一下。最尾其實線上地圖非常介多，應該有你講天氣啦，天風嘅啦，歷史啦，乜介都有。其實我覺得線上動定一下，你剛才有講通繞因為還有疊字哦，疊字動從疊字到通繞都有關係，你係聲音特別好。學廣播嘅世界其實從疊字開始，你係你係題詞典的題部分，題部細細啲的衝貼嘅事哈，從來日語七七八八啦，好簡單啊！線上這個好簡單，日語就係講就北京話一五一十嘅意思啊，是完完全全啦，一件一件讓佢講出來，比如講你做乜嘅事情。你日語來講不愛談，我真心地做點樣講你好好講清楚，日語講不愛談，講到咪咪蛇蛇，就應該講咁高錯嘛？哇，七七八八就冇可能咧，七七八八是下面當囉嗦啦，講話要廣東多，比如講每句冇下嘅講到七七八八，冇跳架啦。其實，所以學師從線上講嘅，我哋係做唔得七七八八，大家你先嚟公告一下，等下就進來。今日到半夜就哋讓強到七線上嚟到節目地圖哈，跟下講到日語。事情講清楚對喂，日語講不愛他，係冇做到不好動聽，還是冇七七八八囉里囉嗦，係咩樣嘅感覺先生？哇，基本學動多樣嘅東西，不用多推腦地圖，馬上是做得了用。其實你貼士嘅部分還動多啊，比如講，唔講嘅，還蠻講嘅，應該從講過一樣講嘅，兩樣過天天，過天天，過卡卡，係，愛嘟嘟，衝。
葱公公，葱公公就是天线的当葱啊，葱摇摇，哦，葱拍，像遐皮肤讲啊，拍雪雪的，拍雪雪的，系唔啲人讲，系讲遐皮肤讲，拍毒毒嘅，佢係熱鬧老人家談嘅時嚟，佢巴掌馬痛過咧。拍毒毒嘅係講，因時咧過後，嗰種面，嗰種拍，嗰時拍。哦，所以談上因冇相關嘅咧，談嘅時已經講，因面佢要拍毒毒。要。拍多多啊！有談過，頭髮係講，只是看到嘅時節要冇發燒，面色未當好先。趙新紅嘅媽媽講。你到底要水冇啊冇水冇，你面看你拍毒毒嘅，佢咪講，哎呀拍雪雪咯，唔係容易，嗰時咪很正我嘅皮膚拍雪雪咧。係啊，所以嗰啲意思當到從汪靚，從喺咁樣啊達到貴數喺汪靚，很正。誒，該問一下嗬，該塗改啊。係汪個皮汪當醬當好食，黃澄澄的土雞皮。汪靚，佢腰當到喺汪靚，腰。所以哈，今日跟親朋友分享哈，你講翻譯時間哈，那個土雞哈，黃澄澄，土改啊，汪靚就可以。誒，我根本你學當呢，誒，我剛才很認真記哦，我這首記啦，夠甜，愛嘟嘟，葱公公，拍毒毒嘅，拍雪雪嘅，汪靚，先生，我剛有很認真記嗎？有嗎？可能還漏掉和一兩三哈哦，你看很有意思，這就是疊字。先生，我喊第一張，風當當，係風當當。哎呀，前面今日做得安將，做得風當當，係冇？誒，那剛剛還做得去做向土改鄉土劇嘛？風當當咯，好，因為人家這是先生講嘅疊字，好。先生剛剛有講嘛，蔥鳥係冇？係蔥鳥是個當個種天線的當蔥啊，因為蔥公公是行嘅東西，像竹篙一樣啊，竹篙蔥公公啊，你看人畫來畫去，等下畫同音啊。係，咁個基本裡有準備咗當有意思嘅疊字嗬，來，大家來看一下，鄉親朋友們來學一下。係，那是西洋海流就講係冇乜強調啦，嚇，像咧。海流講通通突突，嚇，西安講通通突突，嚇，通通突突就叫通通突突，通通突突，你講通通突突，嚇，你係因為意思強調咁個講法冇強調，係從西人講風神碌碌嘅，風神碌碌，就很威風嘅樣子，你講叫風聲皚皚啊，風聲皚皚，風聲皚皚，風神碌碌。風神碌碌，係好。你看，前先你看，你嘅意思是係講到海流使然，其實強融嘅意思，唔講冇強嘅講法。所以到線上嘅兩本詞點地逆點地圖嗬，送一點地圖嗬，都有嗱大家嚟分享，所以有海流嘅，也有使然嘅。然後你看大家有講，有通啦，有啦歷史有關，然後地方有關嘅，文化有關嘅，有誒你講疊字有嘛嚇，其實年七七八八。高甜甜，高甜甜有地圖啊有，當然有，高甜甜，蔥公公啊有，蔥娘娘啊有，當然有，咁有風當當冇？有，拍雪雪咧有，當然有，拍多多嘅有，哇太棒啦哇！基本是學到非常嘅多哈。咁我大家是問問講，其實兩本詞典兩本熟語典真是非常嘅大本，其實都容易來，家下要大家要談到。其實非常嘅簡單。係啦，都考應用翻嚟擦，來擦兩張。兩張係乜嘢冇？哦。擦煮擦蓉摸擦新娘。你看我講得當好，對不對？其實非常嘅簡單，其實我攏講，你睇線上面沒有幾少嚟考試，我老大家嚟解說一下，佢非常嘅簡單。你是看係講你想嚟擦兩張詞，你是看提扎詞。提扎詞的筆畫，筆畫，所以你看擦煮擦蓉嘅擦提扎詞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，好，提扎詞14畫14，吧，你是夾夾翻開，哎，我就這樣找，哎，這邊就有14畫，好簡單，14畫就往下找，啊，看到咧18、15，好夾夾翻。415，就跟一條板你
国小也是查字典是一样的，查字典。错，饭后的时间，大家是想你查英文字典，然后滚译改字典的翻译字典，叫非常懂，还是可以请插注插容改提扎时。噔噔噔噔，好，杨笔是听到了，读两篇，不过乡亲朋友爱特别来分享一下吼。线上两下当条基本上插注插容冇插信用，基本了个拼音。是然那回到个拼音下头当个，思想线上讲的，佢对不对就解说，所以我咧解说本大家谈下。卖注卖容做得差死，做得差。不过头部用嘅品鉴是做唔得少，係咩？所以你是係了記，你八扎是了記可以解說，所以你地圖對大家來講，我們說工具書，按用嘅工具嘅書本容易來當簡單。先生，剛剛嘅家下嘅解說要慢語麼？要係嗎？係，就咁樣差。好，其實。非常嘅緊張，表現出很鎮靜的樣子，所以其實唔為難，對不對？其實看大家就去讀機啊，係因為你一直做學東西嚟讀，因為當多東西哦，從南北後生已經從可能看過拉帕路讀，你啲東西啲哦，我後台人從40歲以下人你係冇看過啲東西，冇咧。所以因為前期佢對啲地圖係講，你都記咗出來，你冇辦法了解。比如講，應該拉得到，趴得到，拉唔到，還趴得到。佢意思就係君子報仇3年不晚。應該讓我咁講咯，我該就去了解。面前係拉過後，將3年用趴過，這個大陸確實做咗10天。所以面前拉過，佢趴嘅時間特別趴，所以佢面前係趴唔到。後半啊再拉到，面前拉唔到，我後半再趴到啊！以上我哋對冇辦法嘛，我後半啊趴到啦，趴到。線上講係非常有道理，因為頭擺，拉趴落錯吼，我係不該有看過，所以線上講嘅是農具，所以等於是用農具按用嘅東西佢嘅道理，所以是用線上講嘅，可能當到嘅後生人，佢根本唔定嘛嘅拉趴落錯，佢嗰種農具也沒有看過，所以他更難去理解。係啊，所以我覺得航白線上以後是不是要加圖片啊？就給我們樣地圖就。給我們樣地圖，所以要加圖。所以其實線上也有講到當初嘅事情嘛，解咧，你講到頭擺拉趴落錯，你按用嘅農具，現種嘅後生人可能咪講，哎呀，我連東西都冇看過，所以我連想象都沒有，我連想象嘅畫面都冇，所以強容嘅道理，線上一條路度掠下，讓去9年。其實時代的變化到眼睛，我們有非常多新嘅東西。頭擺嘅農具，你下看唔到，不過你下要當到新嘅東西，頭擺冇。所以我們有很多的新詞，怎麼辦？個新嘅詞，跟住你是想辦法俾來寫出來咯。像一啲都係，比如上擺新聞報告都係講，做戲嘅時間不瘋不魔不成活。哇！而且還會寫咗用翻講啊，新聞冇愛講，你記用翻講，而且上到嘅東西啊，上到嘅時候唔歡唔亢唔熟腔，好，佢寫係不瘋要很瘋狂以後，還不魔，佢沉迷在裡面，佢才能夠成活，才做得了活嘛。剛才你所講啊。歡就會沉迷啊，亢就係瘋的啦，就做一對住腔當熟，所以就會熟腔，所以歡亢熟腔。不過唐先生講，你可能要表示嘛解，先生係遷到幾個土里，用漢語嘅方式去落去翻過來，所以你睇落係動就唔會頭。不過有啲個東西，它想是名詞，像係名詞、名詞、名詞，安個東西是沒有辦法找啲對應嘅東西。比如講，我講得很無聊的好咧，我想唔到，因為像微波爐。你開始冇辦法，就是新嘅東西，新嘅東西用的天上虛頭來講嘛哈。像微波爐，你都微波爐係冇辦法，你也冇辦法。你是會就係想辦法，像熱水器，你講熱水器就當神奇，佢明明係攞水暖咗上來啊，所以係暖水啊，所以應該講暖水機，唔係講熱水器。熱水嘅唔錯，唔係人講法。所以當都係名詞，比如講
小巨蛋就會只談問題。我啱都講，社企輪，社企輪到咯，社企輪到誒，聽啱冇？佢差啲都前才講，有得講小企攤，有得講社企攤，有得講小雞蛋，佢學聽你學咯啊，不得不切字，所以你想下，你看像英文叫唔係參與講話 big egg 就係 great egg， 叫唔係講，佢講佢係 stadium， 哦 ，OK， 佢講佢係 arena， 其實anh再講，他會咪係呢種語言，嗱佢冇強咯，啊佢講社訓，像anh講社訓，佢講洗澡，佢澡對anh冇用，anh講社訓，所以anh就教anh係講法，錯。大家想下，客運有乜講？翻一下，哇，講到了尾時就基本已知識喺度，呢個行業博物館，係咩當上係雜個講？真係咩喺上有機會雜個咧，要行業博物館咧，所以線上下擺雜個咧，大家都打嘴鼓講很好多，按樣嘅手語點，手語點，好冇？感謝線上客家細幫子基本喺度聊片，然後大家都分享，鄉親朋友，還有細幫子嘅機會，我們拭目以待哈。成天寧下咧，你成來做人同咧。好，上來聊。